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靈鯨嘅世界。呢本書嘅誕生源自一場跨越時空嘅追尋。其實喺製作前一個項目《The Soul Well 神諭卡》之前，已經喺腦海裏邊有製作呢本書嘅想法。喺完成製作神諭卡之後，就開始重新思考製作呢本有意義嘅日記，有關於失落海底世界記憶同碎片，成為創作嘅原點。而開始製作嘅時候，有關亞特蘭提斯嘅不同記憶同感受，一直存在喺心入邊。一大堆嘅記憶線索同埋碎片嘅交織，導致我唔知道從邊度開始。當我嘗試為失落文明建構更具體嘅畫面時，反而被自己創造嘅時空迷宮所困。喺內心不斷嘅探索，漸漸迷失咗方向。當我哋想休息放鬆，重新思考方向嘅時候，命運嘅道路都會冥冥中被引領住。踏上西藏嘅朝聖之旅，出現咗一個新嘅轉機。當雙腳踏上5000米海拔嘅岡仁波齊聖地，某種超越言語嘅能量開始滲入靈魂。呢度被稱為地球嘅頂輪中心。望見經幡飄動，以及聽到轉經筒嘅低泣聲，逐漸理解何謂豐盛嘅智慧。千年嚟修行嘅證悟者，早已將存在本質融入喺呢一度。背後來自深層意識大海嘅廣闊同定力，感受住呢一度嘅一切。不執着於形相，只係讓意識就如冰川、溶水一樣自然流動。喺呢一度嘅能量場域中，內在嘅創作枷鎖開始溶解。原先喺腦海中不斷糾纏嘅碎片，同亞特蘭提斯角色嘅記憶，喺高原稀薄嘅空氣中蒸發，顯現出更宏大嘅真相。亞特蘭提斯或許係好多人會好奇，乜嘢係亞特蘭提斯？而亞特蘭提斯又喺邊度呢？我哋嘅回答或許能夠解答到你，但係解答始終都係有限制。亞特蘭提斯從來都唔係某個具體時空嘅位置，而係潛在於集體潛意識深處嘅圓形之海。每個靈魂都攜帶住獨特嘅記憶碎片，喺生命之流嘅引導下，以不同方式接近呢一份遠古嘅智慧。有人透過夢境解密，有人喺音樂中聽見潮汐，而我哋喺地球高原嘅共鳴中，觸碰到意識維度嘅展開。由我哋互相認識到策劃藝術作品時，喺同伴之間經常都有共時性。不一樣嘅故事，不一樣嘅經歷，
但係有同樣嘅感受。我哋相信喺每一個靈魂內心都有獨有嘅亞特蘭提斯世界，不一樣嘅故事，透過感受，你可以自行選擇創造。你哋又會如何去創造獨有嘅亞特蘭提斯世界呢？呢本書就係一張邀請函，收錄我哋喺意識邊境探索嘅軌跡。更重要嘅係，呢本書亦都係大家書寫自我版本嘅空白頁碼。當我哋不再執着於重現傳說，而係專注記錄當下與永恆交匯嘅靈光，或許就可以喺各自嘅生命維度上通往屬於你嘅亞特蘭提斯。畢竟真正嘅秘境一直存在，視乎探索者踏出下一步嘅決心。當你感受聆聽創作，邀請大家打開一顆廣闊嘅心，讓我哋帶大家走入深藍色嘅海洋世界。